嘿，精神兄弟，咁好多嘅粉絲咧都中意裝糖豆，但係裝咗糖豆之後咧，好多人就比較抗拒嘅，就要額外加個電子頂油入去。因為你加咗電子頂油會出現一個咩問題咧？加咗電子頂油之後佢個剎把呢個拉把咧，嗰條柄比較短嚇，嗰條拉把嘅柄比較短，如果手細咧，就剎起身嘅手感冇咁好。咁依家有冇辦法解決啊？咁其實個答案嚟咗㗎啦。GP 即係上海嘅常常已經係出咗隻糖豆係一體式嘅，即係連埋糖豆以及電子頂油係一體化，而且佢嘅質量狀況好，日曬雨淋嘅都唔會怕。睇片。呢一款呢，就係上海嘅常常 GP 嘅一款糖豆，佢係糖豆及電子頂油為一體嘅，所以佢嘅手感啱啱好，非常之好用。而且呢個糖豆呢，佢所有嘅功能全部齊全，無論左轉彎、右轉彎、復位以及射呢個遠近光燈嘅一個交換，所有嘅功能完美直上。呢一隻糖豆呢，無論裝喺小牛 UA 或者 UB 全部通用，乃至小牛嘅 N1S 佢都係十分之好用。仲有佢有埋儀錶啊，大家試試嗰啲嘅儀錶嗱，所有嘅功能加減檔嗱，減檔加檔，所有嘅功能全部齊全。試試佢，哇！呢一個飛機聲靚仔〜